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第16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6章11节到第13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特权。一般我们提到特权，大部分都是讲负面的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特权，是一种意义的翻译方式。原文dikaion，意思是权利，或是正义，或是公义的意思。英文的翻译则是权利 right， 那也可以翻译成 right， 或是其实特权并没有问题啦哈。这是上帝给基督徒或是他所呼召的人所拥有的一个特权。这个特权是为了要去传福音，去关怀人，去为福音辩护，以及做见证。这个特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，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某些人特别图利享受的权利。这个权利其实是要付出的，是要冒着生命风险的。前几天台北中会的众牧者们一起下到台中的美福教会去参访受训。该会的主任牧师分享到一点，他说我们的教会里面基本上都是参与者，都是受呼召的，都是使徒，没有那种用消费者心态来消费教会的。是的，如果一间教会里面的兄姐比例上大多是消费教会的人的话，那么教会一定不会发展，不会长进。如果教会大部分都是那种享有使徒召命特权的人居多，那人人愿意服侍，乐意付出，那么教会这个庞大的机器就会动起来。想一想，你在教会里面属于拥有什么样特权的基督徒？回想一下，你对教会的态度是否符合下列消费教会的态度呢？有人说我家装潢中那个要淘汰的这个大沙发呢，丢掉太可惜了，所以就拿到教会去奉献。有人说我家乒乓球桌就因为孩子长大了，就没有人在用啦，就拿到教会奉献吧。有人来教会，他就说我是要来拿补助的，那是我当会员的权利。又有人说我非常热心呢，我看到教会有垃圾都会通知干事来捡呢，真的不能自己处理吗？有人说我通常是非常准时的，礼拜时间才到我才到教会，结束爱餐后马上离开，我一点都不会拖泥带水。教会的事情有人做就好了，一定不需要轮到我啦。能者多劳，就让有恩赐的人多多去服侍好了，这样他们才有事做啊。更有一种更糟糕的，我专门在教会做 QC 品质管制的，哪里有问题我一定会提出良好的建议。
当然还有很多这样子的特质哈。牧师想要回应以上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奉献应当要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无论在金钱或是在服事上，并且要将最好的献给上帝，因为教会不是回收中心。教会的补助其实是为了要鼓励兄姐，但记得补助并不是教会的义务，因为教会的经费都是来自兄姐们热心的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努力的奉献，不是专门给人去享乐吃玩。拿补助之前，要请大家先问一下自己，我是否自己也曾在这个奉献上尽了一位基督徒的本分吗？或者我只是想要来消费别人对上帝的忠心呢？看到教会有垃圾，难道就不能自己捡吗？教会需要的不是品质控管人员，需要的是一群愿意全心投入、认真学习服事的同工。保罗他自己曾经是一位逼迫教会以及基督徒的人，但是当他获得了上帝的呼召，成为使徒的特权之后，他就勇敢的面对别人的逼迫，努力的成为福音辩护、热心关怀教会的基督徒。他开始成为一位付出者，并且全心全意的付出。他还说这是上帝给他的特权。上帝差遣撒母耳去呼召耶西家的人，上帝并不是要拣选那自以为长得高大、外表俊美的人，上帝要拣选的是那人们可能看为微不足道、不喜欢的人，但是却愿意全心全意的倚靠上帝，愿意真心的付出，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仆人大卫。经文说，于是耶西派人去叫他来。他是个英俊的青年，双颊红润，眼睛炯炯发光。上主对撒母耳说，就是他，膏立他吧。于是撒母耳把橄榄油拿出来，在他哥哥面前膏立了大卫。上主的灵立刻支配了大卫，从那天起与他同在。然后撒母耳回到拉玛去了。这是主仆的特权，绝不是享乐。保罗非常明白地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，他的特权是上帝呼召他来成为自己的仆人，成为一位付出的服侍者，而不是享乐主义的消费者。保罗说，每逢想到你们，我就感谢我的上帝。每次为你们大家祷告，都怀着喜乐的心，因为从开始那一天到现在，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都协助我。我深信那位在你们当中开始了这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一定会继续这个工作，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完成它。你们大家常常在我的心里，我想念你们大家是当然的了。因为无论我现在在狱中，或是从前自由的为福音辩护和作证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分享了上帝所赐给我的特权。保罗又说，
上帝知道，我说我用基督耶稣的爱心深切的想念你们，这话是真实的。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的爱心会不断的和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增进，使你们能够选择那最好的，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，你们会纯洁无可指责，你们的生活会充满着凭借耶稣基督才能有的仁义果子，来荣耀赞美上帝。盼望我们都成为这样无可指责、圣洁的主仆。诗篇31篇9到16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以慈爱待我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我的眼睛因哭泣红肿，身心也都衰残，愁苦耗尽了我的生命，忧伤缩短了我的岁月，患难使我哀弱，我的骨头都枯干了，所有的仇敌都戏弄我，左邻右舍都讥笑我，连那些知己的朋友也都怕我，他们在街上遇见我就一一躲开。大家把我忘了，把我当作死人，我像被丢弃的废物。我听见许多仇敌在窃窃私语，周围充满着恐怖，他们的阴谋陷害我，要夺走我的生命。然而，上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，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成为你天国儿女名分的特权。虽然我们很渺小，但你却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得救，能够蒙受主的呼召来做见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